就透過小股東嚟發聲啦。咁長和琴日就舉行周年股東大會嘅，就話有揸貨數年嘅小股東因為港口嘅交易咧而第一次出現嘅股東大會。咁講到明喎。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喂，大家係中國人就唔應該用利益去睇咁話嘅。喂，咁你訪問我啊，你問咗我，我就話一定賣咁，但係而家呢啲妹嚟噶嘛就竟然揾到啲小股東，竟然唔係追求最大嘅利潤嘅，唔係追求派息，唔係追求股價個回報嘅，話追求國家利益嘅。咁嗰位股東就話中央政府已經表咗態噶啦，長和應該顧及國家嘅利益，就算交易觸礁都好，股價下跌都好，佢都唔擔心。佢就話股價嘅嘢梗係上上落落噶啦咁。咁由共產黨揾啲妹出嚟講佢哋嘅意見，有咩參考價值？齊阿哥認為極低。只不過李澤钜琴日有一番說話就值得大家細味嘅。咁有啲好醒目嘅小股東知道其實長和嘅控股公司都係啲開曼群島嘅公司嚟噶嘛，而下低好多經營嘅公司亦都係海外公司嚟噶嘛。咁到底香港嘅角色係乜呢？所以有小股東就問集團如何評估香港作為總部對全球營運嘅長期支持作用呢？咁就呢個問題，李澤钜答得好過癮，就話總部或者總公司呢個概念呢，可能已經係上世紀噶啦。對長和而言呢，佢話總公司嘅概念呢，其實係個雲端。就話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後，大家都習慣咗喺雲端工作噶啦。咁阿 Victor 就話雲端咧都有兩個嘅，一個雲端咧就喺飛機上面，另一個雲端咧就喺電子網絡上面啦。大家識唔識聽呢？識聽嘅話應該都明白。有一日若果真係立起衫袖講法律，即係話個總部其實係一個概念，係雲端嚟嘅啫，唔係喺中環嚟嘅。若果話將啲電信業務分拆埋，將啲零售業務又分拆埋嘅話，咁其實剩翻個碼頭業務，咁你話點咪點咯？咩其實而家喺香港做生意，簡直就係如履薄冰。所以話阿 Victor 同阿 Ken 由舊年開始已經冇做集團嘅董事總經理噶啦嘛，呢個絕對正確，減少風險啊嘛。咁你要就真係要學下李嘉誠，如果今次佢能夠火中取栗成功嘅話呢，我覺得係一個經典嚟，就係面對中共維穩體制，面無懼色。睇完五月天之餘，琴日長和係股東大會，股東問到建議出售港口碼頭交易一事，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強調，建議中資交易需要經過多番審查，長和一定全力配合，喺未獲批准之前絕對唔會實施集中。喺5月12號集團發聲明已經聲明絕對唔會做不合法不合規嘅事。你點樣演繹呢段說話呢？好多人就將佢演繹為長和已經冚牌唔去啦，我唔係咁睇。如果長和冚牌唔去，黨媒點解到而家仲要搞阿李嘉誠同李澤钜咧？如果冚咗牌啊，係咪？所以呢個已經係客觀證明李澤钜係繼續 proceed 呢一個 deal。記者再問佢係咪MSC 主要嘅交易對象，佢話由始至終都係。黎啟明話由始至終都係 MSC。所以成哥出嚟睇五月天，話俾大家聽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個後果咩咧？就係睇下 Trump 同阿200斤嘅談判有冇第二 round 直接通電，中美關係需要緩和，李嘉誠就可以火中取栗啦。所以我話呢個經營之神嘅收山之作就係咁啦。